高雄鸟城有一间好体互抢劫，厝主是高龄95岁，股票上市的公司中营材料的创办人。当时伊无伫咧厝，厝内底包括顾花园的工人甲看护，总共有6个人，2个女性，4个男性。2个歹徒是伫咧昨下晡2点外，野枪冲入去厝内，甲人绑起来，甲单子的物件总款咧走，前后10多分钟。要离开进前，嘛甲监视器的主机摕咧走，可见对这个环境是真熟悉。警方无排除有可能是内神通外鬼。昨下晡2点外，2个后面的歹徒野枪走入去，伫高雄鸟城区的别庄，将2个园丁、2个看护绑起来。一个女管家当时还伫困，一个女厝主即是破病倒伫眠床顶。2个歹徒伫厝内一直拼10几分钟了离开。被绑的园丁亮开缩大了后，赶紧敲电话，予人伫外口的厝主报案。啊！你家己弄出来底啊？系啦。就讲伊的车无去，有人来抢劫安尼啊。暗时，警方巡线伫大树区找到一台好歹徒骑走去乌多摆，别种的大门好好，破案讲是被围墙入去，到底损失偌济，也无法度确定。有控制员工的行动哦，然后再到里面去窃取财物，而且要用心保障工人的工作权。厝主是伊，95岁，是股票上市公司中兴材料姓高的创办人。4年工研院院士的伊，即摆已经真少伫公开场合出现。公司的业务拢由因后生伫处理。这件强盗案疑点重重，无惊动警报器，佮摕走厝内监视器的主机。这个歹徒好亲像对厝内人员的生活习惯、环境拢真了解。警方认为讲有可能是内神通外鬼。